未講晒嘅嘢，另外嗰個問題，即係講呢個標準工時嗰啲民建聯同埋工聯會嗰啲醜態，你繼續講。即係你想邀請陳志全先生繼續講翻就住標準工時嘅意見咧。多謝阿梁國雄先生嘅。要講民建聯同埋工聯會嘅醜態咧，真係1分鐘係講唔完嘅，100分鐘都講唔完。我只係希望各位選民投票之前，或者過去認為今次你係想支持民建聯嘅 ，OK 嘅，你真係經過深思熟慮，真係每個我哋提出嘅問題都答到，你可以繼續。但係喺投票記錄上邊，大家真係要揾翻出嚟睇下，好似頭先我哋講嘅標準工時呢個問題。你見到陳婉嫻仲有鄧家彪今日冇嚟啦，真係仲惡過我啊！惡過老虎啊！就話嗱，你勞工處如果唔行標準時，我哋工聯會就完全部投反對票咁樣。最後點解嗰招全部失蹤？俾咗個咩理由啊？因為個會太早開喎，8點半開喎，仲有好多